台湾盐酥鸡食谱。台湾盐酥鸡食谱3到4人份材料：巨骨鸡腿肉500克或鸡胸肉，但腿肉更嫩；蒜头5瓣拍碎，9层塔罗勒叶1把可选但非常加分；地瓜粉、番薯粉150克酥脆关键；白胡椒粉1小匙关键香气；五香粉1/2小匙；盐适量；油适量用于炸；腌料酱油2大匙；米酒1大匙；糖1小匙；白胡椒粉1/2小匙；蒜泥1小匙可用蒜粉代替；姜泥1小匙可省略。做法：按键一腌制鸡肉，鸡腿肉切成1口大小块，加入所有腌料拌匀，放入冰箱腌至少30分钟，建议1小时以上。按键2裹粉备炸，腌好的鸡块捞出，沾裹地瓜粉，轻压让粉紧附肉块表面，静置5分钟，让粉烧回潮，炸起来会更酥。按键3炸第一轮低温，油锅加热至约摄氏150度中小火，分批放入鸡块炸约2分钟，至表面微黄，捞出沥油。按键4炸第2轮高温回炸，把油升温至摄氏180度，再炸一次约30秒到1分钟，炸出金黄酥脆感。撒入9层塔叶，快速炸5秒，立刻捞出，小心油爆。按键5调味，撒上白胡椒粉、五香粉、盐，拌匀即完成。小贴士：地瓜粉比太白粉酥脆，若混合使用口感更丰富。不吃炸的，可用气炸锅摄氏180度15分钟，中途翻面，效果不错。可搭配炸杏鲍菇、四季豆、甜不辣一起变身盐酥拼盘。